尋晚喺灣仔一個地盤爆發連環槍擊事件，過程中有多名人士受重傷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今次係黑幫嘅內鬥事件。黑幫組織嘅管理人葉卡森因為同旗下公司嘅生意上面出現糾紛，導致東盛以及新村成員追殺，雙方喺灣仔地盤爆發激烈槍戰。葉卡森同埋佢嘅手下身穿深灰色西裝喺地盤裏面進行戒備，而東盛同埋新村成員喺地盤附近嘅多層停車場駁火。槍戰期間，地盤外有多部車輛徘徊，有人用火箭推進榴彈射向車輛，當中有新村嘅成員企圖攻入地盤。有人向地盤裡面嘅車輛開槍，導致車輛燃燒甚至爆炸。雙方離開地盤之後，一直追逐到中部，有巴士攔至火車隧道嘅其中一面出入口。葉卡森同佢嘅手下喺隧道裡面進行戒備，有人到達隧道口之後向葉卡森等人駁火，直到清晨，葉卡森等人駕駛黑色私家車離開，前往粉嶺1號碼頭方向。到達碼頭之後，雙方繼續駁火，過程中有黑色私家車駛向東盛以及新村成員嘅位置，落車進行槍戰。喺碼頭旁邊有一部戰船向岸上嘅東盛同埋新村成員開火，船上面有人中槍，其後駛走船隻。岸上面嘅黑幫成員繼續駁火。到達晚上繼續持續槍戰，雙方都有成員到現場支援。有佩戴氧氣樽嘅新村成員疑似潛水到葉卡森等人嘅後方位置埋伏。有市民透露，該名成員將2名嘅人士擊至重傷。現場嘅槍戰對峙到晚上，有人使用機關槍掃射目標。接近黎明時分，大部分穿着西裝嘅人士重傷倒地，附近草原同埋建築物都有被燃燒過嘅痕跡。有人倒地之後再被火燒傷。有消息指葉卡森等人重傷之後被掉咗落海，而葉卡森本人嘅身軀亦都未有浮返上水面，下落不明。記者向律敦治醫院查詢，院方表示槍戰過後至截稿之前都尚未有葉卡森求醫嘅記錄。咁多位老闆，係咪煩惱緊？就算自己嘅服務做得幾好，都冇人知道？等細路電視幫下你啦！我哋有強大嘅宣傳渠道，幫你推廣到全城知曉。為咗你，我哋推出全新嘅家傳戶曉一條龍廣告套裝，包製作、包播放、包滿意。而家快啲打嚟宣傳部揾維小姐傾下啦！